香港的勞動市場正經歷一場蛋糕爭奪戰，而本地基層工人就像被擠到邊緣的蛋糕碎。試想想，原本屬於你的那塊蛋糕，突然被外勞這把大刀切走一大半，剩下的不夠塞牙縫，你只能看着別人狼吞虎咽，自己卻餓得發慌。這就是香港基層勞工面對的殘酷現一，外勞湧入，蛋糕被切走的殘酷真相，行業慘況。根據最新數據，飲食業外勞比例已從2023年的15%飆升至2025年的22%。物業管理業外勞人數3年內激增3倍，連鎖快餐店的收銀員、街市清潔工、大廈保安等基層職位已被外勞包場。例如，某連鎖米線店引入50名外勞後，直接裁掉所有本地兼職員工。工資崩壞，餐飲業侍應月薪從2019年的14,000港元暴跌至2025年的11,000港元。建築業紮鐵工日薪從1,500港元被壓至800港元。外勞的月薪制，如紮鐵工月薪37,800港元，日均1,600港元，看似更高，但本地工人因散工制被迫降價競爭，最終淪為替工甚至失業。失業陷阱：45歲以上低學歷群體失業率高達6.8%，是整體水平的2倍。領取綜援人數過去2年增加12%，主要集中在中年低技術工人。就像一個惡性循環，本地工人因待遇差退出市場，僱主更依賴外勞工資，進一步壓低更多本地工人失業。2政策漏洞，蛋糕分配的不公平遊戲，假招聘真輸入，僱主只需在報紙登1周廣告，就能聲稱請不到人申請外勞。深水埗區議員李明華舉例，本地應徵者明明符合條件，卻被告知職位已滿，轉頭就見外勞上工。更離譜的是，部分僱主故意提高招聘要求，如強制英文能力排擠本地工人。外勞徵費形同虛設，現行外勞徵費未能有效調節市場。新加坡的外勞稅率高達35%，而香港的徵費僅是象徵式，導致僱主寧願支付低廉徵費也要請外勞。例如，某清潔公司寧願每月多付500港元徵費，也要用外勞取代本地員工，因為外勞更聽話且不會投訴。培訓計劃杯水車薪，政府的展翅青見計劃雖提高了青年培訓津貼，但中年工人仍被邊緣化。45歲以上基層勞工缺乏轉型支持，只能眼睜睜看着外勞搶走飯碗。3新加坡教訓，蛋糕分配的平衡術，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鑑。高稅率抑制外勞依賴，外勞稅率最高達35%，迫使僱主優先聘請本地人。嚴格配額制度，建築業外勞比例限制在40%，且必須優先招聘本地人。強化本地培訓，推出技能提升計劃，幫助中年工人轉型至技術崗位。相比之下，香港的外勞政策就像漏水的水桶，既無法有效保護本地工人，又未能真正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。4改革方案，讓蛋糕分配更公平，建立真實就業配對機制，設立政府監管的中央招聘平台，要求僱主必須列出拒聘本地人的具體理由，如應徵者不識印尼語，並由第三方機構審核。若僱主濫用外勞，將被處以年薪3倍的罰款，並列入黑名單。差異化外勞徵費，按行業短缺程度分級收費。餐飲業徵費提高至外勞月薪的20%，建築業提高至15%，並將徵費專項用於本地工人培訓。對故意壓低工資的僱主，除罰款外，還要強制其參加勞工法例培訓。強化職業上升通道，將展翅青見計劃擴展至45歲以上中年工人，提供免費技能培訓，如電腦操作護理員證書。
並給予在職進修津貼，每月2000港元。與業界合作設計階梯式資歷認證，例如清潔工可晉升為物業管理員，月薪從1萬港元升至15000港元。5結論，香港不能淪為低薪之都。香港的勞動市場正站在十字路口，要麼繼續讓外勞搶走蛋糕，導致本地基層永久邊緣化，要麼痛定思痛，通過政策改革重新平衡利益。新加坡的經驗證明，外勞可以是補充而非替代，關鍵在於政府有沒有決心切好蛋糕。如果香港繼續放任外勞氾濫，最終將付出慘重代價，貧富差距擴大，社會撕裂加劇，甚至動搖繁榮根基。每個香港人都應該問一句：我們願意讓下一代在低薪之都中成長嗎？是時候行動起來，保護屬於我們的蛋糕了。